伫咧嘉义东石15发生便利商店员工确诊的个案，16下晡进行社区体检，昨昏接受 PCR 检测有88人，快筛检查有191个人。县政府表示讲，已经透过实名制资料通知有接触史的民众回来检查。接到通知的民众，拢来到卫生所外口准备接受检查。嘉义县东石乡15传出有超商店员确诊的消息。因为个案搭工去的所在拢真单纯，所以感染的原因搁咧调查。乡公所除了专项消毒，嘛伫16下晡进行社区体检。当然这是匡列它的左邻右舍，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检验，比较安心。那也希望大家不要人心惶惶。县政府调查超商实名制资料，嘛针对个案徛家甲上班会接触的人，总共发出1500多笔底信。昨下晡就检查279人。今仔日早时结果出来，全部拢是无感染的阴性。昨天测试出来的结果全部是阴性，就是大家都无代志哈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扩大的筛检，还有快筛能够找到可能的感染者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这间超商活地游客较济，所以呼吁接到通知的民众一定要去做检查。若有相关的镜头，嘛要赶紧通知相关单位。千万唔通因为无注意造成疫情的传播。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。